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后个月就要正式来比赛咯。中华队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公布参加比赛的30人的名单，主要是为培训的36个人当中，评估球员的功能性、甲位置的顶塔性来做出着选择。这个状况要请记者方丽婷甲咱报道。丽婷，请讲。 好了，直播为了迎接3月开打的经典赛，中华队也希望找出最强阵容，迎接世界的挑战。先前培训的35人，在经过斗六集训之后，林岳平总教练和教练团也从中挑选出最终的30人正式名单。我相信这些都是目前国内最好也最有拼劲，跟年龄上是一个巅峰的时刻的一个选手。那我们会在 紧接下来的一些训练跟比赛，紧锣密鼓的去做演练，那鞭策，希望我们这组选手可以闯出感动的一战，那为台湾打出一个骄傲的一战。 中华队名单正式出炉，这30名选手将披上中华队经典赛战袍，出战3月8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进行的 A 组预赛。而说到要从培训名单里割爱5名球员，并总也坦言真的很难做出抉择。不过这5名选手接下来仍会一起留到2月17号跟着中华队训练。万一在集训过程中有人不小心受伤，那么这5人就会是优先替补的选择。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，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